主席啊，主席，奇怪，安尼七早八早，拢无人伫咧上紧礼佛，无人去接香客，无啊半个吼，你伫咧死了灵魂室内面咧，真奇怪咧。秀静，遐介想有人？遐家父做人要哪有人？有是啦，佛祖的边啊。喂？高先生啊，你死哦，就死互归去啦。我有甲你念往生咒啦，你莫太哭哭啼啊。是啦，国亮啊，你虽然是讲去互假死，但是呢，你嘛带着讲咱哦，可能亲像爸仔惊钱呢。你毋但无路袂笑，又假死我呢，你是变亲像假死你老爸啊！你伤寒嘛啦，主持，你看卖，我咧身体健康，头壳健康康，我哪有死？我无过身啦。你呐，我应该摸看卖，摸看卖，来，高先生，你无死哦？我打算哦，你有重新假死啊！哎呦，就是讲安尼，王亮，你会当讲从北里搁进入迄个液桶内底，竟然会当脱离，实在奇迹啦！迄当然嘛是奇迹。讲到这，我才想到，一刀要清啦哈，个你，连我你也敢想要拍？无啦，主持，我都平常时吼，放喺光头吼，帮咱关系关系啊。我即马看到光头吼，我想要甲，想要甲合落啦。主持，今日转来吼，主要是有一件代志要甲你报告一下啊。我就带迄个秀秀姑娘吼，甲迄钱少爷要转来咱灵魂寺吼，小秘籍啦。秘籍？是要秘安怎？就秘公司讲。恭喜！是啊，是恭喜啊！对啦，恭喜！好，恭喜你倒，哈，恭喜你倒，啊，啥物人互恭喜？加着，哈，加着哈。歹势吼，唔知即摆是你骗啥物啊？吼，互恭喜加着的人，我拢骗得出来。哇，安尼哦，你真搞，你真搞啊！安尼借问来哦，叫重新交掉咧。义勇，义勇吼，就是共款的意思啦。那安尼听出来，又搁安怎？又搁安怎？我就意见上。我放你去啊，你这摆免吵。高先生，不了，高先生。伊安怎？互你甲吓昏去啊啦！苏阳，苏阳，苏阳，啊！苏阳，苏阳，苏阳，苏阳！哎呀，江大人啊，你来对阮苏阳呢？哎呀，无啦，我只是耍个电话，伊就昏去啊。啊？无我的代志，无我的代志。不行啊，赶紧甲你书记插你了困啊！我讲是这遐大花公的啊！我甲你斗牛啦！好啊，来，哎呦！是。哦。玉清啊，玉清。高先生，你怎样？无你先啊，你是暗管去拽着啊，白日冲上来，偷去。无啦，我是惊你假啦。惊我甲你教，我教你的头啦，我甲你教。我你免看卖，好，你嘛指甲也无啊啦，喙齿也无啊啦，我甲你教。是无啊，只不过我也是会拍的。咱迄道对书记讲吼，爱浸3工才会好啊。拍哈，我拍你的头，我剪你的头啦哈。
你也想看卖，叫我将呢白泡泡幼绵绵的皮肤，你甲浸3工哦。我真正浸3工哦，我规身都变干巴皮啊啦！切，笑。哎，还要歹看面呢？我唔知咧。我问，迄歹看面的是毋是知影我叫公司了球？你想要偷我？我嘛唔知。你啥头拢唔知啦？我也知，我也知。哎呀，这个，你摕这是要创啥？这哦，这大叔唔知影是江大人的掠鬼自细梦。你卖过来哦，你卖过来哦。有啦，师兄，你免惊啦，唔是要掠你的啦，这是江大人叫我来拜托你，叫你甲斗3工的啦。啥？你叫我甲斗3工哦？哼！迄歹看面的想要抬我敢会甲斗3工哟？门都没有。师兄，人个江大人虽然啊是真歹看面，不过人伊心肝是真好呢。佮再讲，今仔日你若是甲斗3工练工，你有代志伊嘛会帮助你啊。敢讲你无想要甲这千年尸怪紧甲掠着，啊，佮有你的尸毒啊？啊？对啦，邓小姐，迄道这事情当然有理啊。啊，咱是出家人啊。本来就为道众生啊！而且哦，我混一个月，我无入地价，算入地价呢，对不对？我讲了好哦，讲了甲我拍拍者。哇，讲得非常之好。而且啊，你越来越有佛性了哦，你已经升天了啦。哎呀，想袂到，想袂到！而且啊，你小小的年纪有这样伟大的情怀，真正是值得鼓掌。鼓掌。唔是啦，我是想讲吼，迄尸怪拢无掠着啊，像迄探视书记迄种衰尾仔运，迄哦，迄早晚哦一定是去互加死的啊，若到上尾吼，第一个倒霉还不是我。啊，无你叫伊讲啥笑话？你赔你嘛！你赔你嘛！多谢书记，你赔你嘛！卖怕卖怕，即摆吼，上重要，赶紧甲这自细梦甲保护好啊！啊！哎呀呀呀！哎，你妈，安尼来破甲李长长啦！哦，我着梦。无可暗，破甲这大坑，康，我扛你！哪个怕我啦？谁叫你上细汉？哎呀呀呀！想袂到，咱三个也会当啊这自细梦，甲保啊这完全呢。哎，对啊，而且吼，佫播啊遮尔啊水，遮尔啊完美。对啊，迄大家芳哦，拢无闹交的。这哦，若摕去大海掠鱼哦，一定满载而归的吼。豺狼滔滔，我不怕，嘿，上青过往前跑，嘿，撒网下水得一家，不要在意笑哈哈。说对。阿弥陀佛，罪过罪过。咱是出家人呢，出家人哪会使去什么捕鱼？迄是杀生呢。对，阿弥陀佛。啊，不过师兄，敢若靠这张自细梦，想要甲迄个千年尸怪甲掠起来，可能有较难哦。我看着要靠咱三个人的力量，才有法度咯。对啦，这靠咱三。迄无安哦，师弟啊，你若讲要报这破梦哦，这我都斗3工啊。你讲叫伊掠妖怪，歹势，迄恁兜的代志，莫甲我拖落吼。不行啊，这个，毛毛生我。哎呀，师兄，恁两个哪遮尔无路用咧啊？你想看卖，恁两个摕这张自细梦啊，将大人出你的父母剑，
别人摕伊的霹雳珠，啊，若是我用罗汉翻天印，一定会当把迄千年尸怪甲收服起。你看怎？哦，这边你讲是，一定爱我，一定非我不可。没错。那呢，我会勇敢的对你说，不。啊？这是什么知识啊？讲到你吼，真是没知识又没有常识，哎，这吼就是讲爱对迄毒品说不。毒品所不，这掠尸怪甲毒品有啥物关系啦？哦，那这你就真正无来啊！哎，迄西洞吼，我算我是毒品的一种呢。我即马该斗相共，迄万一若是失败的时阵吼，阮要去互迄天然尸怪，甲阮加落去，阮身躯就拢爱吸毒啊。所以，应该勇敢的对毒品说不。嘿，凭你。主持，不是，主持啊，阮迄个免使来，免使来，这命令你讲不？哎，我知，知，我命令你想办法将这尸怪给消灭干杀。唔免互伊定定伫庄内伫咧残害着生灵。是，恁两个议员爱去。哎，对我，你两个议员爱去。好啦好啦，要去就去啦，是讲今要去倒位啦？万洞山。